段情，等到最后也是等无你回头。你不愿留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放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，你会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。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这钱是毋是人偷摕来？无啊，我有偷摕钱啊！你管我？哎，我是你老爸呢，我管你是安怎啊？哦，你是讲的啊？下晡暗钱摕要甲我做阿哥，啊你是当做我啥呀？哈，啊你是讲，你别讲你老婆。是啥无代无志？伊搁偷摕钱啊啦！钱是我学的啦，代志也问好清楚，咱学袂拍。哼，你拢听妹妹，你拢唔听我，妹妹是你生，我就不是你生吗？你逐摆拢讲这话，你定拢讲我恁小妹仔去，啊你真正哎。好啊啦，你先创啥啦？搁会听袂？就听的啦。免担遐假啦。会晓袂？啊，我泡牛奶互你啉好无？啊，当食饱尔是要啉啥物牛奶啦？安尼腹肚是挡会牢呢啦。哼！哎，安尼啦安尼啦，你有看无？你有看无？这是啥物态度嘛？哼！我真正想无啦，迄着安尼平平一家人，是安怎咱无法度亲像柳丁安尼，大家当咧欢欢喜来斗阵咱过日子，安尼毋是真好？你连家己的囝都毋听毋惜，显现别人是有啥物路用？家己的囝毋惜，是要安怎惜？拢生意，人拢顺利，啊，就免教拢总免骂安尼。要教要骂，嘛毋是像你安尼啊，出手那咧拍青生。唉，我无像你讲安尼啦，爱囡仔就爱教啦，啊，我嘛无像你讲安尼，甲伊讲啊遐尔严重。毋是拍伫你的身躯，你当然是无感觉啊。啊，你若愈讲煞愈大。阿母啊，你安尼哭，会吵着别人啦。恁两个吼，若莫安当来冤家，我这个歌仔都袂当来吐啦。恁当作我青梅无路用，我这耳孔哪听了？岳推啊，毋是我爱讲你啦，有真侪代志吼，你是做查甫人的，你嘛替阿蕊啊甲内婆啊小想看。要若我这老大人，恁两个若不爱插我嘛是无要紧。我推啊，你是有听的无？你是有听的无？推的。哎，你先去个啊！我不去。你弄出去！你弄出去！我食老无路用啊，青梅个人我无人要插我。我知影我无人要插我啦，我老我无路用啦。你啦。真是恶车业主，无法可敌。无效啊，无效啊啦！下晡啊，来，你无啉？我啉袂落啦，我骹腿足疼。来宝啊，啊你有知影恁爸的个性，后摆尽量莫去遐个生气，知影无？阿母，要安怎才会赶紧变成大人？慢慢会来大汉啊，啊你哪问这个？我就想要赶紧变成大人呢，变大人，阿爸以后就唔敢拍我。
来宝啊，恁爸拍你是为你好呢，伊惊你变歹，无歹意咧，知影无？我唔知啦，我知影，伊唔烧我，把我拍到骹足疼的啦。唉，无好啦，无好啦，恶车业主啦。奎爷啊，你若搁啉酒啊？我若无啉烧酒哦，我头壳哦袂清醒啦。伊若摆摆咧向公公走出去，拢也毋讲去对，我会惊啊！是咧惊啥？我惊你出去，你都毋转来。哼，啊！你是惊讲我亲像伊早，带你离家出走，一个气总无倒转来啊？袂啦袂啦，你放心啦，我无剩较早迄个气魄啊。奎爷，啊摆摆搁拍来宝啊，若无那无是安怎？伊若搁拍伊，伊会扣分，安尼毋好啦。哦，你对我遐尔啊温柔，目的就是要为着恁的宝贝仔囝，啊？女啊，我甲你讲，你要成，我是袂用个成。当初我伫阿母的面头前，我就甲你讲，我若要甲伊当做是我的亲生囝，我一定爱好好甲伊教，唔管讲伊有欢喜无欢喜，还是受气无，我都拢总随在伊啦。你听有无？你酒醉啊，我袂同你讲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甲你保证，咱来宝啊，绝对袂做歹囝啦。迄间店哦，头家不是无伫咧哦。我礼拜来甲伊添一寡即世代的物件，啊，你伫外口顾就好啊啦。好，行。高囡啊，你甲头摕物件哦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走。我这大部分都你先摇安怎？较济啦，拜托。是谁啊？阿妈，是我来报啦。哦，来报。哥，你倒来啊？啊，我煮一寡咸糜，你要食无？我爱食。阿妈，我来糜爱放在桌仔顶，啊，小等下较冷的时阵你才食。啊，好好好。哥，我要去参加同学会，啊，阿妈拜托你照顾一下好无？好啦，你要去就紧去啦，莫咧啰嗦啦。对啦，爸早讲你昨下嘛不倒来困。好啦，要去就紧去啦，莫遐搞话啦，紧去啦。来报啊！当你是你食啥物哈？无啦，我咧食糖啊。你我想就讲旁
糜要互我食。敢若会空空呢？我来敢若无物件？是来补的哦。嘿啦，来补的，啊，当是几点啊？阿嬷，啊你目睭都青眉问几点是要创来？阿妈即马哦，巴肚足枵的了。好啦好啦，较等我挂饭互你食啦。来补的，啊你紧去就紧转来了，有听的无？知啦。爱我为你一颗心冷了的心软。情梦散，情孤单，阮的心。阿嬷，啊你做的面哦，实在有够好食，特别阮阿嬷食，拢讲哇，足赞的。来宝啊，你就是这支嘴吼，真够讲话啦，真甜啦。是讲来宝啊，你若唔去找吼头路蒙做看卖。我有咧找啊，啊毋过吼，我找一款会当趁大钱的工课，我才要做啊。好啦好啦，来啦，这碗面炭烧，紧挂等互你阿嬷食啦。多谢阿姆，没啦，我来去哦。好啦。来补啊！你昨暝走去倒位啦？安尼啦，你有看？咱咧问伊也袂晓甲你应半句啦，哈，敢若袂像下狗的。你个啊，你就是平常时吼对伊伤过歹啊，伊较无想要牵你讲话啦。其实人我看来宝啊，这个囡仔吼袂歹啦，啊，就是讲吼，这少年人吼无头路较毋好尔啦。唉，你唔知啦。若讲啊，这个死囡仔头壳哦，甲因老母共款啦，头壳哦拢讲歹啦哈。一讲到哦，想看迄个软啊钱人都赚无啦，啊想看有大条钱要赚无啦，对哦，这边来会出团啦。这恁囝呢，将来阮囝婿呢，啊，互你讲到呢，看到有甲袂啦。我唔敢想啦。对啦，啊是讲伊两个少年的吼，拢27、8岁安尼，咱一点仔都袂着急。推哥，啊你敢袂急要抱孙？我系啊。无咧稀罕。讲甲我应安尼啦。阿伯，阿伯，有诶啊，安怎？啊你毋是叫警察抓去，哪遐尔紧就出来？我就甲三个讲，我也无跋筊啊，无跋筊你要走啥？啊你要甲我招，我毋就走。啊我也无补无安底啊，比如写写放我出来啊。啊你要倒啦？我要转来困。等一下，坐啦坐啦。你是讲，你用这甲因谈的啦。即马敢有着？有啦，我带你来啦，有谈的行啥？等下，我是卖坐啦，紧行啦。那这来补啊是去倒位啦？讲要赶一饭互我食，啊，甲当暗要赶转来，我呢，巴肚也要枵死啊！唉，我来添一滚水来啉口面啊咧！唉，食了无效啦，枵到要死也无人要插我。这人年龄岁吼，就是无共款啦，体力差真济呢。我食面食到困去啦。讲安尼啦，无会去继续困啊。看我啦，人食到都咧可怜啊，你搁一直共创治，赶紧你上面啦。好啦。实在愈来吼，愈无正经啦。该烦恼的代志，唔知通烦恼。阿强啊，你叫伊烦恼啥物啊？
对内部牵米粉的分尸，要安怎处理，敢毋免关心一下咧？阿蕊啊，迄两个少年仔吼，拢袂少岁安尼。啊，恁内部到底有拍算要找阮米粉无？有啦有啦，等我几支股票吼，若起起来时吼，我就甲因买厝，还结婚。到时阵结婚典礼吼，一定要办个足请呀，足闹热的。正拼的啦，唔通到时阵哦，房仔后3年摕你拼咧转困啦。无你什么意思？你大家要甲我吐槽呢？哎呦，阿蕊啊，就讲安尼是嘛有道理啦。你甲我头家啦，股票算遐久吼，即马嘛一定要起。你放心啦，投资股票吼，我上有把握，绝对袂了钱的啦。你有兴趣无？咱做伙来做。哦，我看唔通啦，因为我较早做化妆品哦，了迄条遐大条哦，我惊到要死啊！我看我这世人也是担只煮面剁鸭啦吼，赚的钱较实在啦。你啊，你敢真是对选股票遐了解？当然有啊。你啊要算算你的啦，唔通含别人要人拖落去。我都手艺好，我都厉害。来，继续啊！来，紧张啊！来，啊！哇，贵啊！歹势，收起。要无你这创啥啊？我到放你一个，你看你啷问？你这个家人是？歹势，我想讲别地方，我送米来啦，送米来。肯定啦。迄个碗吼，我炒完才收啦。好啦。哎，来，我咧看啥？也唔紧做我安尼啦。你这真正是天下第一嚣张的哈！好不过遐尼好，还有闲通我食面啊！我头到叫迄卖面啊，差点行到破大去。啊，别吵伊啦，以后的人食面袂晓继续用啊！来，继续来，来，什么意思？贵啊！爱我为你一个心人了得，想要你。有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网线，真孤单。阮的哎，阿瑞啊，明仔载吼，一支一定去，一支。小伯啊，这支哦，顶礼拜才拉个土。啊，当你选股票是选偌久？啊，我咧小姐，我是老经验呢。经验哦，重要是无毋对啦，也毋过嘛是爱会晓看时势啊。阿瑞啊，阿瑞啊，你教示我这个老先觉啦。小伯啊，你老啊，目睭花花看袂准啊啦。我还不要你笑我啦！我叫你啊，这个。奇怪啦，我哪是，我哪唔是？真正看到刘亮呀，哎，哪你一支喙干嘛斜念这念啥？有啦，拄仔送面哦，看一个人敢来报啊？啊，来报逐工咧看有啥物好稀罕的啊？有呢，拄仔送伊个是一间交警的。一定是你看毋对啊啦，来宝袂去交警啊，伊拄则甲挂面转回阿嬷遮尔，无可能啦。小伯啊，你请啊呢？拄只杜姑配土豆煮米有赞无？哦，原来就是创意外啊！我想讲我咧食面喙哪有土豆啦，好我字拢是拢无啦。啊，你咧泡咧？坐啦！小伯啊，你唔通去甲我磕头壳啊啦！我就是吼你磕到规世人感觉咧袂压吧？迄前度拢开点你的手头，你知无？安怎是安怎？袂压嘛是安怎无前途？啊，无你即摆咧徛已经是对倒来。对吼。刘德啊，迄交警是倒位？你带我来去。无啦，那是我看唔到啦，你莫想遐济啦。刘定啊，莫参与啊，人家就叫人相信。我本来就唔信啦。哎呦，有够疼的啦！你啊，你的手骨是安怎啦？对的，阿母拄啊巴肚枵啊，强要死去，啊想要摕点滚水来啉，拄好怎去烫着啦？你若遐尔无细腻啦，啊，来宝敢无关物件转后你食？好啊，都甲我讲要挂物件，
我安尼等规半晡久啊，无转来也无看到人影，我巴肚实在是足枵的哦。啊！其实呢，哼，我都知呢。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。爱情拢是掠人心冤切，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？等你一声，等甲心落雪，也是甘愿为你戆戆西。怎样你是一个人？害我为你一粒心两粒糖，为你思念，心情拢袂去散。偏偏我等你，伊煞来淡薄。